我就拉真的不觉的，土耳其不觉的，我第一嘛来么啦，这一当主啥，这一当主啥，但你说的具体，那罗了可以这一切主啥，但第这一切啥的，说白呀你拿，说白但你写的吧咪，你写啥的呀，那么大几都怎么土了或者钢琴没多啥，的钢琴没，所以土了钢琴没嘛才，床单干了摆的差的些啥，当他那就他啥子嘛的，么啦跟俺是米的，贴多大啥，我那这小位。我那这没呗，但米这乱不是三这的，这没累很心了，那我多强壮这，但一点这些呢，我心没。但我那没啷个能够都不一没，你还好没？我那好没？之前我那之前你们来自外面，你还好没？书记卡前面那点你好没？俺没啷个就那个没呗，皮平这边就是皮平这边就是，俺那我最给哪些有的，打给哪边我那么独家型那有的，你弟没呗？你论文导师是没呗？定位两个连干什么就没给哪些没呗？我们独家型那我们嘞，哎，那没有老三个东俺要先拿钱没呗？我心没。但我那没啷个能够都不一没，你还好没？我那好没？之前我那之前你们来自外面，你还好没？书记卡前面那点你好没？俺没啷个就那个没呗，皮平这边就是皮平这边就是，俺那我最给哪些有的，打给哪边我那么独家型那有的，你弟没呗？你论文导师是没呗？定位两个连干什么就没给哪些没呗？我们独家型那我们嘞，哎，那没有老三个东俺要先拿钱没呗？而是没啷个考试啥的点嘛呗？我那会儿这是的。我那这大说的这才叫可摆的弱的多，我可宁可嘛我这三年注意，这生没办法，我那这是的，吃可人家给你做，我可拖不啦，可洗脚啊，生病三这是的。但没有米上嘛读起，俺要去的，你这年没打米上嘛来给他摸着的，你没有给他打独家现在冷没来的，没有自己看来的，Alex 给他来的冷没么，三十岁，那打这现在那年的培训单，我说你给那没，那单现在差不多，我这个差不多冷没呗，我那去钱是够了，你这差不多没这好嘛啦，一男们那生不啦，这些啥么子对比，你们去看了不提，你们去 Alex 给他讲看了不提，俺这啥的。俺做什么就是嘛，俺去土耳其旁边没做的，俺没让去，我就送别个老真错啥的，他妈天天这给写的没呗，没让给这啥，我就老真那不觉的，土耳其不觉的，我第一嘛来，没让这一当主啥，这一当主啥。这3年的话，给去那个，读的节在国外遇到过那种民歌吗？例如民歌这种说是这种人会搞霸凌啥？这场我想啊，同学们。土女们，民歌土女们，土女们得了有嘛呗？定位两句，俺就是没有霸凌过我，因为旁边别觉得你老那有嘛呗？但你我那没那个没霸凌，就没脱么子的嘞。他很喜欢搞小团体，没唱不了么那咱俩入虽然搞不起那有的。哎呀，的确现在要没呗，开始怎么做？老不是前面那有的吧？没唱叔那个前提没呗？没那个没唱嘟噜其实呀，嘟噜苏也什么什么？那我俺那没那个草本那有的对什么？没那名 Alex 啊，ordinary 就是一个美国女孩。录对堂不得来对咱把的，没那，但是我没那个中学，没那个中学会控制读书。俺定位的没那中学先有没，没那有嘛嘞？但是我你地的同学关系，落不着，你家落地里落不着给找啊些没呗？我这里。前面那个直播间的我讲，这黄色只有在你的直播间是啥 ？OK，都现在都说这样嘛的，这的，自己的看嘛的，看嘛的，你打死了不起前面红水有这没呗？都是拿都的哦，打中面了，打中些个啦，中对这么说嘛的得了呀，中的呀，差不多说的，你那个啦，现在差不多说的，差不多呢，现在差不多说的，过当年看完了啰嗦。弟弟你多你去这行啊，堂部第一学期是没呗？录对堂部是没的，谈的研究到我是新生嘛，对吧？对怎么？俺录不着啥皮中呗？工作这个有没得 Alex 的工作旁边先别看下去了，错不看下去，工作录对你不得来不的？俺录对堂部现在呀，主的工作录对你把来差不的？俺最的课程是没呗？就是你如果要学研究生的这个communication media 传媒的这个考录的课程的话，你的课程是固定的，但是你想把今天这个学期的课你放到下个学期上也是可以上，但是你是必须要把它上完，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想什么时候上你都可以，但是你要上完。但我得说什么呗？以及没上过对唐博长罗你们都主要的，这点给我嘛的，开始俺弟吧，俺春季入学了吧，他们是秋季入学。我的人，我做点哪里呢？录中的得去对什么忙起来吧？大一新生是9月份那里啊，没去录对啥个组嘛吧？七个里呢？这里边主当员这没办，我这里，现在工作录对你不得来对什么？俺录对唐博现在要做的。
我这些主的，我这起码我做我心嘛呗，但落渣说的，我心这个做落真的，你们多错，你清没呗？当然，其实你们多少主嘛的，落真哪落只对什么？你落真几差的，几两年说咱就是个对什么？你们多他妈那天给这那些中那些店没到我这说起，但找我这说起，Alex 给我。小团体搞死就怎么？大家多好不啊？不是说搞小团体，你得搞死我嘛？对了嘛？那给你我们开始学的英才，但你说对，我们得开始学的，就是真的。但他们工作长途差不多，那个时候已经是第2学期了嘛。我这些你们都从给这些，我用嘛的就是，看嘛，点说，我给些什么样啊？我那推荐去的是那爬的，那7月的嘞，去的节嘛是那个，那些的还好了，那这些的就是我空中那了，你们就做过这开我嘛吧，什么呗？我这是的，推说，我最多给些对什么呗，什么？我这是的，有可能他们可能也觉得我是新生了呗，让我有那种你们都被。接纳了或者还有点被放在一起的感觉，生了之后看是俺好么久，对了，俺说了个对吧？你们都给现的，抢不，可以抢不的，但老真的呢，老渣给抢呗，才是里面呗，我这大样说不要做嘛的，我这抢不的，但我这抢不就这么，Alex 给你读不下，搞不下那没呗。你读不下，搞不下那有的，这个小时你小时他们那过10年大概哪知道？看的是俺没心病，因为这个上面我绝对是站 Alex 站起来，看的是泡沫的吧？看的现在嘞，你最人家看的路就是嘛，泡沫出去就这样是吧？家姐嘛，那个定位能叫给你读不能叫的，我那么到底俺找我们那能力传了不了，而且我也没有这么在意。我们那个看的俺读不的了不然，俺没比给他读不的啊，生里面 I don't care， 俺在找我干这么多的，就是听而已，对不对？俺就那年现在怕工作还是没的，我的。원데리 아니 뭐라게 원데사 on주진 제 부주어리 권냠 준주 딱 고조 권민을 꼬리但是你고수면 한 먹었지 그래서 내가 고조다 근데 참고 경우되면 이제 미민다 이게 还在熟悉当中起来明白当然我对什么的这啥可能到中学的 Alex 我说你就是记录过来啥了吧我最近这普的到中场到他们多写的但你了你俩那边那地情没我在正在处理当中，那卡斯没卡，这是要或者你个没别卡斯看的经验松西卡前面这个上面我现在念吧你们，念着吧，这前宿舍，但我那个中谈过的，我不知道那个男主人公是谁的时候的，最近这普及不下过，因为你可以没下过没，这啥，我对长吧，可是你们都就把那亲笔印啥。Alex 个 rock 不行别做的啥，普地普地泡沫普地普地 rock 不起泡沫看最错过那泡沫是别记了搞不好的机生准备到我这啥，你们都听把清不的啥，听把清这是什么？但我是都啥事情去什么 ？Alex 个这拿落雨是那边啥？可我做一点点的，他普皮多的，我做一点点这是啥？你让拿给我是啥？Alex 个这那不是让我给我是不想拿雨是呗？我得那边啥？那边是个的，可我做好的就但 Alex 个么子干不啥的，么子就把国家的来啥？么那个我做好的就么子那样做啥？但真正讲来对上吧，朋友啥事的，地讲来朋友他说可在就嘛天天来，他可能人过家最用给啥咪，最说啥？么子那了么子国家都是别天气那了要最说啥？但 Alex 什么 OK 嘛的，他就是作为朋友的同学在关心正常关心什么？但让这些拿论正马的意思什么的，让这些就论拿正马的，让已经拿的亚波子定价值拿6月什么什么的，咱们我的当时起不着的，你都这了比，让给我谈过的么子那俩看这是吃吧是冷没呗，俺生没呗。可能是呢，么子改的这个的改图不的，这那但别的或者啥事，这一样这是有嘛的吧？我那真的，所以改图也但这个连，你看这钱那生没呗你？我这啥？么子那罗别的或者我做或者叫我或把这些天气那罗要追溯啥？但最什么都没拿啥，但没看的是到。若别这在一起关心钱的期间，哪里经济这等价个的嘛来哪了嘛年才的赚，这么他们拿康本那呀，就是呢 OK 三这三主啥，给不了的民度啥，拿来差不多吧？OK 他白当然拿来白那边啥，民度啥，我手心大发青没呗，白的过了，民度啥，白过了家里让俺干不啥的是啥？但念这了，当俺接不了的，我都怕中都怕累嘛了。他谈我中我的个谢，他中都他念这了苏来了，他到底苏来了呗？俺没得点他了，他工作可那个名标了，但念俺名下后面吧，没得名下后面，把他点点下后面呗啥？他可打你也得点定没呗？
다 인기 말이 러비 인기 말이 코 두균 가리스는 롭젠 가단지 계속으로 간지 심하다 결하게 좋아시네요 말에 코로코로 최제지 칸에 레기 얼마 집지 제대면 다 보고 있는 이제 매 보고 내상差不多明天差不多말에当最结束先呢内向腼腆姐姐给这边这些看了我的泡沫的米火灯嘛的就是我跟他都没有对视过什么的这他初步的进还 hello bro 这些多了那些啦就是他是那种班里那种小透明别过了云那边的产别是么因为你过哈古语看的是你给的我就讨论课堂这就是嘛这当大事的前几个情没呗我的就是我看他但他不敢看我说什么的别过了苦脚的点你米当这啥是呢的 tabs 呢 iPad 手机的这我米这些点我就能去活跃差不些爬点去点这经这嘛的你或者别人这么但你인기 많지了别或인기 많지当然会云我嘛的嘞当然你看了我作为一个正常的那种他的同班同学应该印象是这没呗你看这了别或인기 많지了别他们或者显那什么说他这个不是借口啊这不是他做所有的这个事情的借口因为你这了别或者是那米9年这是呗他们让有思送还了别这啥第二个我们就是第个这些嘛我们就可能我最你们多来我最着不你们多这些那得不你得啥的我看别哪里啊最这些别的可能过后了这些切这些啊最说啥但你估计觉得说些那天平啥但我他说的这个故真的很有蹊跷啥不些那没呗其实年问的是哪个给这地地里下就打个骨折吧给这切个时间机器啊什么的那种的么那个先觉得就落了把大地长long还没点去，那咱们就动那个了。我让给我这啥，我别的可能他这一张钱是没呗，我让那边别那没呗，不是托不现那车没，他突然那么让别这没的混小偷子，这嘛的嘞，他操别那过了去多些年这没呗。我这吧就是很开朗啥不是闹的地过那边我让那土了么土说清没呗，那么啥给起多来嘛，对自己先不叫别多说些，那土了么土说钱算没，你他有做业绩没了，让钱没呗，让这钱没呗，让给怕钱或者啥，这怕别当了，也没让给怕那这那边钱或者啥，那人没。你往这这乌族节了没？西突然你冷没呗？这些，但然这些好像是那冷没？我们是多或者别的或者乱是那的，严肃差不些那顶的，你乌族节了没？但对不落很这钱不来了，这就是跳过了，我们这推上去啊，说的这钱不是啊，但我们给。定年细节就真正给吃面，钱比啥？年着了呗，就得其实让看这是你学多了，但没那个重点的，这啥没那你这个嘛你查啥？但土路或者困难的，但不是强把抓土路大个人呢，大个人困难嘛你得明白的，你这个嘛那是躺平啥？大你说些啥？大你说啥？你说查？但第规定呢？但你说的规定，那老了可以在一钱做啥？但第在一钱啥的，说白呀你拿说白，但你写完没？你写啥的呀？那么大几都什么土路或者钢钱没多啥？第钢钱没，所以土路钢钱没嘛才床单干了摆的差的些啥？就是他真的给我看了那个木兰床单干个差的给你通出，因为我木兰给写起来一嘛切不切清没呗？看是俺有可能是给这木兰给是俺看些了。他现在没了解，但冷表这个之前点不赢不钱，因为不是那个故事的全部。我这没做生意，那个我记得俺好无中，俺没那个冷表的啊，还是公务做的嘞，没那个别的或者冷淡的点呐，冷淡的点呐，我那应该说是多，开始没那推呢，那卡上不了是大几，差不了是没呗，我得钱，他比较细节的，那做这个冷对怎么的，叔叔几清没呗。我那会儿没玷污钱为什么嘞？他就是没有经过自己的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基本我嘛软米？我得利于他的说，不利于他的没说啥。年轻人我得没做生意着，我得没做生意。我那个有其他细节给我得看啥嘛的？多得对呀，那最得让我那应该说什么呗？多或者别的或者这别三不年纪不大，三不多啊什么呗？多我得顶多啊，语气的口气的这个场面语速，这个得细节这个例子嘛？我这啥你知道吧？但让看这事情，但你没让你啊样，头不低不大，一起没呗，闹啊去冷没的。你当我们一起解决这个事情，啥是没当做，或者你最低你们都他最解读啥是没的。我得说起来吧，我得说你也得看这钱说了呗你，我这讲啊你也得对着嘛，我这个都在钱说，差不多说不呀能对着嘛你，图了个，你知道让你对那我感情没出来了呗，看的是让么看的是让给我呢，没让免说的是没得那没得别说让这差同样这个脸都没同样用过了吧，你谁个吧呀，嘛呗，你谁嘛呗。现在年知道吧？你感觉什么？但给上不些，
我那啥是有刚见面，像他的那个这个内容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的震惊呗。可是呢，但没看见啥是不是可能短片上这打这没呗，这情没呗，打卡路了呗，全部拖了呀，说成这情没呗，这前头嘞，足这是当俺们的就我做这是叫俺们的好像东啊啥咋需要的，去多了呀，说成这前边说，这是个里你使用没呗。但差同样讲嘞呢，你马上不接，哎呦那什么呗？但你我的是你逻辑感的三等过的哒。你逻辑感呢，三等过的，到底就是没有逻辑没呗？你我的讲你没哪里啊？你老板没，但是这期对来别的过了，你刚才塞不住过了吧？塞不住，刚才塞不住啥？你这你那就落下这好做了，你说白呀，能对什么？我的这，我都这啥说可能说白起不的啥的。可说白，但然后里汤有对什么？可能俺多这是啥？我主人大是啥？我的。当我主人打死了对子嘛，快到白了没？白我主人打死了不是意思。第二对子把他们让多这些对子，这给的可能嘛，或其他什么，但是的是谈了嘛谈其他什么呗。我听这个来的语啥？而且上也说，没啷个人觉得，他就说我早上睡，俺说白你的对子嘛，快这些你写了嘛写起对子嘛，但然是你来说的我吧的。可能按照说的，我给当讲，我主人当这是意思啊？我说白清不是啥？我这些很多你得说啥啥？你说白呀啦，这些得对什么？除了大干净没不？床单我那床单我差钱那多，还是我第一次我才买的多少？没让金别讲地图累很闲啊，拉年着。那这上面的把这个点都累很那点，没让给把这个多啊米，把这个多啊，对啥？年多，当他年就他啥子嘛的，没让给俺是米点，对多大啥？我那这小位。我那这没呗，但米这些来不是三这的，这没累很闲了，这我多强多这，但一年这钱呐啊，这钱的的钱哎呦呐，这钱的我那你妈谁呀哎呦呐，妈呗，他信了吧？我那活的，第个这钱呢，现在啥了？你老我没让讲过闲了，我的没让我那会儿这边没搞事的下还是啥？里婆没让这谈的，这叔给我切或者是这边讲过这些，你没录过这嘛？没录那还没事，你那边你让当时你只是喝醉了是吧？让没看这的开始图听你说那图嘛那也有嘛？我那都怕怕。虽然这个是对吧？违法，但后最健康那些呢，虽然我那些这个是违法，明令禁止违法之一的嘞。然后开始我呢，这天你做不到，这生意做不到，这免说了，这的图说了，这看到国内都有渠道，常这的。前3年这了让叔叔钱没吧那边，让叔叔钱，俺叔叔这就是没有控制好那个用量，钱吧对吧？前面刚才钱没啥，地广大点我都大时间就往那抢把抓出来，但第9把的第6年就是听有天不起让几十吃，全部都怪帽子给吐死的，帽子给我头巾是大家皮个点没呗？我皮个9把我顶那钱别啥，顶那钱多啥的还是下啥？落住嘛，我你做我哪啥？我还当年那个你做那个，我皮个没那我皮个钱下去，我都皮个差不钱那没我那会儿，我米拉可是我做米拉2个做皮个我钱米拉先行那吃不是没的，我皮个这啥子？人家什么？当年那边，我对什么的？但你们你说是清仓药这没得了，没让俺中的写的你们你说是清仓药多的，但第8了，我做老板你们都没办，老板做个药嘛呗，推举电视这 Alex 的或者他们也对的，就是我做3、4牌子药嘛呗，打不，没让或者也对的，泡沫或者打。看了过来，错过几说什么呗？常年对的，我打不你不得的，普通嘛的，打不你也得的，打把的去过。你 Alex 个，这说还是不对。当我老在那，这错给他也是那，也没能看完这自己对没？我那说 Alex 个嘛，这是对，这去的 Alex 年龄对小多，这钱，但我没让给多大有的，那就说明这是看中俺的，那怎么？这去当俺的我嘛的，就是看我那个方向。现在咱们给我们不要他们家好家，你看我的，这俺忙不闲呐，或者钱，你看真的是，你 OK， 但有的没啷个，但中地个咱们现差不多，但你还搞不啦？可以没啷个，可没啷个不是别的，但是米罗得给啊什么，因为俺没啷个，俺得给3分钟，因为没啷米可能俺得么多的嘞，你方向的得给，这情况这些，老三说的，他不要就是给他的招或者干什么，但没啷3分的可以我也不知道，这些对怎么，你就的，这些的，这些的。
这其实，我天么，你当看新闻最多啊，怕米吉了干民都阿三，多投票样还是我考把这的么了，就是我错过了什么，看什么那什么呗，我打死去，怕打死切切地么呗，我的其实，我那米线那上去，我米面我点嘛的就是蓝色蓝颜呗，我的，俺多搞不起，那是米白色米锅，真是这个人呢。年多，卡些那生不有，卡些我都给他给写的出嘛，但卡些我都没起来，都不能了，你错过情没呗，都不能这，但谢谢大家说这，他可惜他们做生没呗，看些，我那这其实，你他给不了么那个，你最近那不完美，你他 OK，对可得给啊什么就。这地对这啥？你知道但去，然后从多地这一个地没呗移民局是看啥？大使馆embassy 美国给大使馆采集上了把狗了吧？那边啥？控制许多接通嘛这些啥？许多除非你有一个非常充足的证据，他的现在这照片都已经不足以变成证据。我们那会儿。除非你有一个非常大白线的快让这一起就给扒人这，哇，他交这种照片。然后前参照给查所但这怎么的事啥？你知道吧？原面呢，靠土耳其密码呗，靠来土耳其密码密，土耳其给大使馆那些靠搞去，靠白的靠的钱返回国去久了吧？但得去归因啥，就是得去归因啥？你谈过点这了吧？谈不谈规范？谈学的地的，匈牙利给警察才是没白的，我都还是你最怕匈牙利的吧？你。布达佩斯给我警察采下的，你采白了呗？对地干这或去到清嘛啥？地意思呢没事呢，开火领嘛，干就做嘛，还是你最怕是你家了地了吧？几个米了吧？但几美国米的几土耳其米了吧米？干就去到清嘛啥？你看这啥？这点么让大使馆来清比啥？大使馆给你这是啥？就是没有很明确的那种证据。许多些通马的是没白，可是明确证据云南他作为美国公民保护起来是没白，但我得去里上，而且扩南山，那么那个是那扩南山做干那主要的请你看都要说这经济主义是多啊，然后他们就不能这样，就算你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证据，他也只能保护你。不能把他怎么样？他的意思呢？他已经没有美国给他的大使馆为什么要管土耳其的人呢？啥什么的逻辑的，就是管不到。他只能作为大使馆去保护你这个人，然后保护其他的那些人，不觉得总按那接通嘛啥？阿姐，就是要报哪儿？报哪个地方？但是匈牙利，那就匈牙利他不对，布达佩斯匈牙利警察才那来，管不了，因为两个人都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你讲年纪可明白，开始，大概是那最的青年匈牙利米呢 ？OK， 第七有的匈牙利米的找有吧的，第七包你去多钱都还不值得嘞，几个米你这个像去多钱嘛？第的你来还贵，第去多钱嘛？一年美国大使馆年前几里3就得来用嘛啥，他也最多也只能就是保护，让保护起来说你的钱那么些，就是保护你下次不要再受伤了，但不是说可惩罚其他的，可激烈其他的对不对？我这是按图对的嘛，不然给自己写，给多少怕的，得清明白，给我根没白，那啥子，免得啥子，我这花谁个啥子事没白，那三打不着，也没人给能觉得，居民说的打这没白，居民这边应该的生个么多。没人叔叔也没得可要钱的，没人叔叔也没得这都不这钱，你可这也没得可年你们多钱说了，这的叔叔医院用着这里生多，还是没人给考试啥的点嘛呗？我那会儿这是的，然后呢这大说的这才叫考白的弱的多，我可你可嘛我这3年注意这生没呗？没人给我那这是的，吃可你个给你注我可拖不啦，可洗脚啊生病三这是的。像老在过的，他不讲米罗带什么现在米罗现在那是的，Alex 给地了操了，俺来过米罗现在对方，没现在俺活的，主要是看没得嘞，看来那最这现在等俺看那么多样看电下没生没呗，一年面呢血是真的流了，我看到了，因为到过程上的面哈我们就可能我呢，平时干这些，这的干是呢干的够有个嘛的嘞，医院的资源是没的，我这一难没难俺哈我们就，但我的是这。所以你要是一定要小心，还好都是不爱合作噻。Yes。今晚阿家米场面是一通多，你若不场面的是阿姆，然后呢阿拉姆东呀压个拉死没呗？懂了不是？他过去，对上就说你们多青年了，阿杜啥的那个阿刚就卡过来就米过这么多，就是我要喝酒的话，我要在一个特定的场合能喝，
我带着东亚说人家单着干去，对，你什么？啊，他知道落地我知道的，对，半透明的，你怎么说呀？真的是这样，我很切噻。快下过面啊！我那后面快说，我觉得人家土耳其的没钱就说的，我就拿这些，多你不，这觉得我那会儿夹不起，但夹不起那你这么的来的，看了我的欧洲米给偏胖的身材是没呗？俺们是那混做骨架钱不钱？多钱不嘛嘞？第个的啊，夹个底子去呢，怕多钱不钱？夹不随便拿什么呀？问得多，问得清楚没觉得？但可能我那会儿。可这吃没下生没呗？我那会儿，大把可能卡萨基的猪肝，这些你让地苗，你让平苗生没呗？然后土耳其又不是那种，就是男权非常男权那种国家嘛。你可说人家生没呗？啊，泡沫你家那地苗的馍年你都猪的三只没呗？可能我那这人有可弱不得的，你这三只，当然可弱不得没军我嘛吧？军我都加我嘛吧？可能给先决的给没行，我可弱不得这军那过来嘞也不好不到哪去，我得上去。可弱多你的，这什么？但你起来很过去的，可这空没呗？我那会儿这波兰这个他那个做领过着呀，波兰个很过这没呗？我那逻辑爬住很过站这，我这空的，可很过，可错的机器，可多年起。就他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声没有啊？你我那会儿，他看到我你卡哇啥的嘞？但你们都匹配或者干这么多，就是你有什么勇气跟我说？俺他们的礼貌性去念这声没啊 ？Hello how are you？但跟你拉咋吧咪？至少他跟我信过的吧？就看这个这多是单的打死的这些样的血语，打死的血语。bro 了呀，但的血呀，那对，那抢不上去嘛？可能这声没？让俺你们都贴住让俺你们都撇住你也让爹吃不撇？他知道我是新人嘛？俺没啥不然咪，夸过来，俺可让爹吃呗，你也吃不上这声没？不过俺中你做俺做住的，我那会儿看到俺吃馍声没呗？俺在龙巴我那看感觉哪那来我那看到所有人人都说中，他看嘛，可能我那肉包也不知自己吃了中年呢，我能知道，可能俺人家点打个单就请你坐下上吧，你妈的，他有别的目的性，你好贵那么啥货？滚吧，中等级生没呗。我有那种最大那种意识清醒，只要有人动我的话，我没有反抗力，都站不稳噻。我这有个来年童牛语，你绕不来我这气的。其实你绕不来，人说的没呗，爱吃的小拉木拉，你绕不来，人说的这些地没呗，就是有意识。Yes， 有意识，还鼓励么啦？考完做个月没但是你没得来了不要的，俺就当我得请吧，老对都是老把时间就要的，一年数个别的苦就当嘛，我得先跟俺同学你说不这要的，就只能我来照顾了呀，你也别要不就得没呗，和最后断片会什么都不记得是真的，我知道噻，阿家呀，你没有多啊，这第二好有这断片下的 yes， 俺去有买的了，第没有你还过有，另外的俺拖不线那有，俺去这个东俺拖不线那有，这云南省没别打还是苏情况嘛那咪，这云南那阿拉那中央的查的，让这讲啊，那这节目都省没别打，你没事。呀没有以后少喝哎，自我感觉良，忘得，他太自信了，忘得，可落去爬之后我去看见俺给写没呗，但我去给他怕巨大声没呗，我那会儿就是已经到稍微有一点点骚扰那种地步了，然后看那句话但没有那种肢体上的骚扰嘛的，看那句话肢体感业绩会这的什么多的，看那的那个没呗。现在不喝了，戒了，不好喝。之前年纪小的时候是喝，是喜欢最后的感觉。哎呀，那开始小妹子，他真的 ，yes， 到我那里 Alex 中模这是，那第个俩，但也听不进了过，他想的没啥我啊，但第个Alex 跟我没让给他上把街的说差不多吧，但俺做打着包第个呀，俺做看了过来我们的那个友情，那个吧，他第个学了没得学了一打，俺做拉扎把那个友情存着，友情的第个是懂不懂打，第是 top price 没没打，右边的，我的懂不懂清理，但至少明明啊，你做这了对面，更久没就打死了嘛吧，什么东的。打死了嘛吧，苏库确实的，一季确实起来没是那个嘛吧，一季月打吧，他至少用看的鱼那边呢，这个自己一季月吧，尽了一点 ，yes，
你们这里我们拿钱皮，我做给这啦写啦年的钱店面价值店面，我这些没拿钱皮，没现在他们那没拿多少钱的，你大你们这个广大的可能强巴的机器，俺这个人俺那如果两个接下的两个强巴行的，强巴行是啥？你们不得研究了吧 ？Alex 拿待遇边俺那哪里啊？他那个你涂改了呗？他那个你涂，顶我那涂鸦清没呗？哦，你们去涂多啊？你们去引进去涂多啊？啥的那个没呗？我那了不得？哎你哦，他那个打涂鱼，你哪里涂改了呗？有啥？哪里说啥？俺们那拿钱吧？我拿钱，我可能我就给这来些那些点多点你们多牛逼点没别的 Alex 给俺点活动呢，点得的俺你说啥？你先拿我说啥？你花钱拿回来呀？前几十年最终意思办没着，呀你谁对着么让他俺你说的话，知道吧？Alex 这啥？让你说的女，让女说让是对不起，让看清楚的记忆噻。OK 了，但你看来你是不是记得有嘛呗？俺你得别莫让那沙发干你吧，第年差不多啊，第七没呗，莫让给俺打哈我们中啊，有可能是我想多了，俺哈我们中，我那哈我们中这个我不敢确定的说，莫让给定位那啥，他是那个双bisexual 了嘛的 bisexual 了没呗？双这，但你家老婆大婆，你家通吃 yes。也是俺你说的有么人啊？土罗的咱们困的些你说的话沙发干的，他点差个那么的，牛没呗？俺你说的话，点么呢？这文艺片这，文艺片啥么多大呀？这顶个没呗？俺光那样子，我这顶个的，我这就点出。俺你说啥？你说啥？俺没让给啊！当俺的了的我的这个年儿瓜。他不是我的 type， 你婆母干呀的 type， 你这嘛的么啦？我婆母干呐，我婆母的开啥不保护自己主要是没呗，别的我保护自己主要是没呗，我问这个语，但你洗个澡么啦？别人这的，他们差不多去表达说隐私年这没呗，他洗个碗这里。么啦你太马啥的了，么啦多年这么说的，开差不说的，因为么啦洗个人的嘛的 ，yes， 我对你说吧，他对什么暧昧去给我们的点的是对暧昧去给我们就是弱本真呗，弱本真的点，么啦个干这些用呢？你好好中啊，快看这这去过来，什么呗点名呐，足节，快看这去吧，好会呗是呢，好我们就那么的，这他一看点吧，他。快你那么说呀？快这去，那我这意思没呗？他烧脑差不多这个文艺片这的。剧情或者刚是专门约这个，当然你问的点的要给钱那会出，什么会打不通，俺们那个俺这些就没你啊，这是为了，但是我又不感兴趣，他这我得现在就没有任何肢体的接触去给我们，我这是俺你说的话，俺们那么让几钱点站，么让人又酸又这咋都酸你那么现在说没呗？你是就让么让咋的个牙卷，你讲的这卷脖子去酸差不多，你说的来说下面，俺那种啊，让第看了我的你说的老，让的你说的女，还是你说的鸡，让你这个俺的你个有啥？这咋让沙发干你个？你这个么？你这八字学么的？这咋让沙发干你个？你们都你个是啦？我第夸奖我什么事当没？还是俺你就一对了？年这那边，我到底年几吧？我得年就啊那边年多，但米那了米个了米装不起这米个了。你当我得年之来那边，让还是运转的起的，但没那个给写对么的？康熙，我没那个钱啊，这钱不就是我没有说他想勾引我啊，这是没的，对嘞，没那个就是拿了出来进去看不到。年数的嘞，俺这些的沙发就嘛的，俺沙发干你们的，沙发给靠枕是没呗？我的这些年的吧，但这些你说多，这些你说多，大有嘛的，没让年数的烂大是没呗？但年过待遇吧，其实他的年过大，年过的干下午大，别嘛你有么就是做钱的就叫什么？没让，但就是他那个过楼了，他过楼了，吞楼了的。第一部分是没呗，大点累没呗，然后他就痔疮那个，俺们那个点那些烂的没那些，那就是还好不是，俺就对我的撑没呗，可是但是你写了嘛是名字写的么让这是，让的你让老年让你这个你让说啥啦？你们多年的几把看不都是没呗出名，俺这是没是写了对吧？么让我呢就是他那个顾大大对他的一个差不多年对他这短这些了，俺
俺让我的车了没做문제的，但是我没有想很多，没做문제的。哎呀，这大家看现在工作光那生活呀，投票人你是的，你让我去争职位了，这是啥么？让个去练啥的，你蹲在下床蹲茶几有是的，地上下啥吧？么让你说懒着的，说可把怎么子的没办这些，就是信息说的会蹲的情况的，人家钱的没么懒着，他干么就是点没着。然后他也知道我会喜欢女生，然后没然来俺叔叔那么有俺婆母搞不有事，婆母就我搞不有说嘛的嘞，婆母来搞个事情没当问的啥，可能在肚里钱啥，俺弟你们的要嘛来你啥么啥的，可是我的吃个多啊，我的啥子话没。那这些米的说啊，你就一个，那这些你说，你们得俺看来拿攞住的是嘛？我拿大地输的嘞，你拿给的，他得拿给的，因为他不得俺拿爹地我嘛的，我拿地给的嘞，当然他那么拿爹地那好住，对着嘛拿你对嘛拿你拿给大约的，俺咖啡厅是中午的都说，我地输的约的，我的，那我得钱不的，你。给点啥么都对我嘛嘞，我也在觉得我女的碰不里，他在等你的反应上，我也在觉得我一时约不着，点不大的事情呢，一时没着生病，我那会儿稀碎点不得你住嘞，他的啥么当不着 ，yes， 你要是回应就啥完了。我那会儿但没啥拿着吧，没啥书，除了马上比你说那比例，都二里部的开放差不多那没呗，群去可对那些，这哪没这，你看碰巴拉来呀，你记白话的，我才管着，不是，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俺国那些对什么年米对的，这是黄油这点的没呗，俺我的。top 30咩？西木那马上比今年对那是啪起，吹起，叔那个钱过来的些，苏主任那主，叔咋说话那说东岸出来的，看现在叔是哪里，叔看不清楚那些，的确你这些哪，俺看不懂。我放的那个，我最在意的那个点，俺看的穿的，我地干什么可多是那，我那年对懒的呀的。就不是他那个穿着，是他那个动作，看啊，这个起立声没呗？看，就是你要给我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什么？我的对俺的懂，然后我的 yes。同样的，这个俺看不懂的嘞，这个呢，你俺的下去，哪这地没你对的，大没对的，对不？啊，是大姐没行没呗？碰不，就是在试探你噻，你没让把它点过来，点过来，你这么多的给。我突然我想给你们看那个照片啦，我想给你们看那个照片，但是我还是说中文吧，还说中文给你看照片嘛，是吧？然后说中文给你看照片的话，然后如果人家想录屏，然后人家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是不是吧？然后他肯定又不想录屏了，是吧？记住，就那种很经典的那种美国女孩。对。对啊，没让可以有嘞。Alex， 等一下，我找一下，因为我 ins 上面只关注了一个人，我在那个小号上有的。找一下。找一下，在这个上面。记者，我呀，我找不到他的账号了，好多人啊！对。呀，但没让他的没让给搞到。哇，空气蛋糕写多啊？对多。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挂纸面有点不清楚。我的哪里哩？我那些那这个没让个哪里？这里没让拿，只是当时他那个家，然后我在下面睡。这个是他。
管把它三文用的见多。哦，这个吧，你看，哇，还是没有那种很清晰的照片。他的够清晰吗？他的照片都是这么水果送这丢没呗？看到这个，清楚吗？哦，把的da捏着了吧？把的学到你这线那都的学到那个没呗？我那个心的市民那下的哇，我把这个开马路的，让个这当大市民，的学的你这么线那都了的，你这么多，那学子可能就是很有这美式产品没呗？你的学的嘛开放公开所是没呗？他谈的把它马上就公开说一下，你妈把它名本质。美式差不多啊，就是很美式那种美式女孩儿。马上把人的风景说认真，对。但莫让搞到那算了，得把它这丢下。哦，莫让搞摩托。我最喜欢的人结婚是什么样？对，地莫让的。我的对很美式短的加州女孩这样，莫让我这里懂对，他地哪多大？开啥不说的？多开啥不说的嘞？洗个乳啊不是说的，可都或者家里小说什么呗？你开心吗？我做很多，你们都得记清不的？卡嘞，地名卡啥？露营派对说的没呗？一个人都把钱，的 DJ 给写了，没唱过，而且皮中这年纪吃的啊什么的，问的就起码你们多，对怎么的，民的给俺打上啥里面？哎，这些，然后可能把人迎接了几十什么？Alex 给你咋用？卡着过，做通的怕做通的。给他哈过去了，我最近还两月，干不啥用别怕，我打很傻些，我没有一点夸张，看着啥，没把子钱，我那马拉点钱，没，看这是苦就等于那生门子，看着过，南山过了，念住了，开药嘛的，有小个就是啥用不的，但南山咪给写对着嘛，南山这滚了呀，这没得，么啦，第一个是药的。我那计划那么啥都不现在这了不的，这俺这冷没得你哦 ，sorry I don't like sorry I'm sorry goodbye bye sorry 三这 sorry 了不的，但至少我还没可多过来了，还是用吧，看着过其他看着过，生没呗可多，好像这样这么像我洗个容啊不说的，我的就是他那个界限非常的明确。对没呗骚扰，但没有那些呢，这不算骚扰吧，就对没搭讪的我吧。但他可能会把这个定义成骚扰，朗三米的拒绝，显然让你心里滚来起。张宇强死，问的，他被照顾，你被他照顾，还差不多是哎，可是啥子啊？我没人给照顾起来些，我没人给我照顾起来，前3个，还是我把他照顾差不多是哟，你也没人照顾起来这。没让他的那个的不就看的呀，匈牙利不引起了比，没让他的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他是那个全职营呢、兼职营好，我们说的嘞，没让给不出去把单这引起了这那边这没，我们这故乡，看啥不是？就是英语母语者嘛嘞，看他带线那个，俺们俺 Alex 带这什么，俺以前可是要不第一个是用的啥么？看带不儿子线那个了，喂，这路狗说的嘛那不是？哈哈，都市的美丽惹的祸是哎，旁边他不常通知这些地方，你要估计你进驻啊些，你这怎么起来？他是男的还是女的？这把头居然是女的呀！你没看到那个照片吗？看他铺的我那啥动画，我就对俺他